大家好，我是日水温先生。今日安尼的运动啊，吼，利用了的 Q 吼，和今日的人爱强下改嘛是强荣是国立护理健康大学运动保健系的张国松老师，哈，他也跟我们一块来玩这个球。你看我了下今日吼，那两只 Q， 了种的 Q 吼是系右下特别的吼，是讲运动用啊个地板度吼右下冲，好地板度右个。有一个重量，很可爱，下实在嘞。啊，平常时爱学过那两种啊，哈，是安尼顺啊，声音的高啊，哈 ，Q 哈，像小皮球那样子的哈，两种啊嘛做的。还有另外一种像该球池那个塑胶的球啊，也是可以。可是几次我走来走去，是讲很危险啦哈。还安尼哈，今日来介绍了 Q 哈，啊安尼录音家用了 Q 的时间哈，咧 Q 哈变好了。安尼运动了吼，个 Q 会收起来，做唔得水彩安尼变吼，对佢体内安尼练吼，安尼动不一下系个安尼行路唔度吼，安尼滑得到是，我动我跌倒哈，所以你 Q 会变啊，时间啊收好来吼，还成日搞 Q 嘛系，搞机冲出来搞机到收好了，安尼还摆好，不行一行一行也是安全哈，来，好，然后是讲问大家做个参考，好，也可以利用这个小皮球哈，好。来，安尼今日哈用了 Q， 也是有一个重量的哈，俩强人哈，安尼踏一个步伐，安尼的脚骨来，个宽度哈，然后安尼的肩头强宽哈，来，安尼两只手骨拉了 Q 拿呢，好，安尼俩拿呢哈，安尼先哈，落去，唔到安尼头拿挡了，好，像安尼的身体系一条线，安尼哈，然后安尼拿呢的时间，安尼哈。其实安尼也是侧弯，从两边上整片两边上，安尼是慢慢，你 Q 的那呢哈，那个从挡不让让掉呢，然后用延伸身体的一个中线这样子哈，来慢慢侧边，好，来这边，好，安尼趁到了弯的时间，安尼是停一下子，好啊，可以的话我们就停10秒，啊，喊走对了哈，运动。动位阿公哈，阿婆去动位哈，你可以维持到30秒。可是你也取得，你走个行，你又取得了到算吗？算时就运动到了哈。好，哎，你慢慢转来，嘿，喊好，等下又会对，喊偏上，左偏上，慢慢过来。阿妈嘿，哎，你先哈维持10秒，好了，按先转来。好，该给你俩 Q 的，其实这动作是安尼哈，好，嘿，来。哎，你俩是哪人哈？好，先脚骨牵出来，然后你的肩头胸抬、胸宽哈，来，延伸在上面，好，慢慢转过两边上来，好，听到两边上，哎，你来数啊，1、2、3、4、5、6。7、8、9、10，好，慢慢转来，嘿，转来中间了，好，不动停哈，哎，你先表下来，听先表下来，俺觉着你很要打了，嘿，打了，哎，你走的时间哈，嘛还要正常的呼吸，然后很顺平的这样吸吐，然后不要紧张，哎，你走了运动哦，特别的注意。做咩让人讲话哦？哎，你讲话朋友买，效果不好，喊狗上去会不会？会岔气。嘿，好，安尼很注意的哈，还要慢慢安尼转哈，来，哎，你俩喊你偏上，然后开始来，哎，你 Q 哦，推让上面，正中上面哈，来，好，提够了，哎，你慢慢转过来左边，来，好。转到你弯趴起来，好，你定格在那里，然后来数1、2、3、4、5、6、7、8、9、10，好，来，慢慢转来，嘿，中间两老呢。好，慢慢变下来。好，很意外喘，就是你有
运动到了哈，系讲喘哈，动喘哈，和从一动，从一线条动加哈，你走的转来，好，然后脚骨柄转来，你再做个2个深呼吸哈，和记得好来把我们的球哈，让打开来推到前面，然后吐气的时候，一个手拿着，然后把它打开来，好，慢慢放下。把气都吐干净了哈，好，再2只手，再吸一大口气，吸，好，推到前面，吐，手打开来，好，不用转来，系讲一喘，就是这个做几个深呼吸，在一个圆筒到圆筒中间哈，你走的调息，你改心率哈。还有缓和一下子哈，嘿，好，好，厉害，你好，接着下来，你走下一个运动，那下一个运动哈是，你的 Q 哈往前推，然后你的背弄两片沙哈，砰，然后顺了的 Q 往出去，推出去，和向上，大概45度，然后推的，好，推到你好，你去到提然的走的嘞。你是听到了呢，好，然后是你开始，你是听到了好10秒，好，你呢重新再来一次，好，强让起好来，你做运动前起稳，该脚盘呢hand 好稳，这样来做，系讲不对到旁边就该个墙莫是等着来扶一下，还是休下来，就凑下来，Q 那呢往前推。推到最远的地方，然后慢慢前倾，然后前推，好来，推远了，1、2、3、4、5、6、7、8、9、10。好，慢慢转来。好，好，这个是前推接着下来，好，我们要做一个动作，也是用到球，可是你那个脚骨的一个前后步。好，这样我们先踏前一步，然后不要直哦，就是有一个间隔，踏过来踏在你每跟肩同步吗？你是踏了跳前来，好，你 Q 马上强让。推出去，可是你下慢慢舞蹈，你也跳那档，和手骨往后，胸部挺出来好，然后这样子维持10秒，好，你先转来，和还着左偏上，变成颈偏上，好，马上强让来，踏前一步，球子推出去，然后往上。往到很高的地方，我们的胸部挺出去，然后这个往后一点，因为取得力量很，好，就这样子，好，来，我们现在重新开始，先从颈偏上开始，来，脚骨踏前一步，球往前延伸，然后往后，在我们的腿那打，然后 heel boy， go tail， 好用那个胸部挺出去，来，1、2、3、4、5、6、7、8、9、10，好，慢慢变下来，和脚骨旋转来，好，2片沙时，往2片啦，左片。马上强让脚骨踏出去 ，Q 推出去，送出去，然后往上，在你也跳那档，过了跳了挡背后背，挺胸出去，来，1、2、3、4、5、6、7、8、
9、10，好，变下来，脚骨收回来，好，这就是我们的前倾的一个动作，训练我们这边扩这边的胸，还有手的一个这边的二头肌、三头肌的。好，来，我们接着最后一个动作，跟刚才的那个有一点类似，刚才有一个动作，就是你很容易推出去，廖平让的背是平平的，现在就是我们推出去以后，从一条然后拿米这样抬抬 Q， 然后两个这样拱在一起，哈 ，Q 然后好，来，你也摆弄很容易拱起来的，好，来，好，来，往前推，然后我们的半蹲，然后我们的背是拱起来了，推到最远的地方来，1、2、3、4、5、6、7、8、9、10，好，慢慢转来，好，很好，是我们的球的有氧的一个运动，就是可以让你训练你的心率哈。大家有冇起到动甜吗？国松老师有甜吗？佢爽快，好，就吹很好，係啊，吹很，你新陈代谢是好。爽快，好，记得了，运动完了要怎样？好，缓和喝水。嘿，这个缓和，然后现在来我们做几个深呼吸。我们今天的运动就到这个结束，我们做2个，来，把球推出去，然后吸气，然后吐气。好，再做一个深呼吸，吸气，吐气。好，今天我们节目就到这里了，运动要记得做哈。来，谢谢大家，下一次记得要再来运动哦，再见。